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平辰。就在咱的副總統去到歐洲參加一個會議了後，煞來發布了更加多人講會去用通緝。萬惡的罪魁走哪裡去？天涯的海角就算國外管台。立委網稱意見領袖甲檢察官攏日本。韓議長講：你著廢除台獨的黨工就無代誌。代誌敢有遮簡單？今仔日就為當事者、3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人權工作者李明哲。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副教授陳文甲。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擔綱外交以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東亞政經社社長陳英峰。東亞大學陳英峰，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這是民進黨的立委辛碧陽去和中國立案來偵查，講是全球通緝。咱的總統賴清德呼籲，立法院院長韓國瑜應該愛個聲援。韓國瑜是要求賴總統先廢除民進黨台獨黨工，甲撤回中國是境外敵對勢力的講法。那辛碧陽昨仔是講伊未揪起來，甚至去到德國來參加德國國會的聽證會。不過中國的這個恐嚇呢，還佫咧繼續。今仔日中國公安發出了公告，講要收集網稱8強甲萬安人的犯罪線索。作為勇敢的台灣人，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這樣而退縮。在德國國會頭前家己錄影片，辛碧陽講，袂因為中國要甲伊抓就退縮，參加德國聯邦議會獨裁國家假資訊對民主甲人權的威脅聽證會親自作證。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y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民進黨立委辛碧陽和對華立案偵查，並且威脅要進行全球逮捕。總統賴清德希望立法院長韓國瑜愛出聲來援助。從賴清德總統點這個名，我們可以明顯看得出來，真的是自己生病讓別人吃藥。和總統點名愛站出來捍衛國會尊嚴。立法院長韓國瑜親自出來回應講，會保護每一位立委的權益。因我也希望賴總統應該先廢除台獨黨工，一個撤回把對華當作境外敵對勢力。台灣安全最重要的4隻腳：保護中華民國，保護民主自由，維護美台關係，維護兩岸和平。賴總統跟民進黨打斷了3隻腳，不要再搞惡意的政治鬥爭，保護好台灣的民主自由。兩岸在9·2共識的基礎之下，中華民國憲法規範之下，展開和平交流、和平對話。對韓國瑜的回應，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希望唔當加破壞和平的加害人行做伙，造成錯假的國際信息。國民黨立委柯武真是建議，歸期由韓議長帶頭成立兩華事務應用對策小組，負責兩華對話的責任。那既然行政體系沒有辦法，賴清德總統覺得他沒辦法做到，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成立一個立法院兩岸事務因應對策小組，來去因應這相關的事宜呢？我們尊重貴院的決定。副議長江啟臣講，民國89年不過兩華事務應用小組作業要點，不過迄當陣並無運作，這麼需要跨黨派共識，去函和院長就會調集各黨團協商，展現國會團結。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這新聞大內面講到講，有這所謂台獨的這個名單吼，其實咱斟酌甲看吼，咱看這個名單，即擺列了11個人，其實陸陸續續進前，還佫有啥物這個電視台主持人吶吼，但是迄嘛唔知影講，這到底是掠還是無掠哦？有甲你跟蹤啦，咱副總統去到捷克的時陣甲你跟蹤啦。但是我看這個名單吼，其實看無啥會清楚講，伊到底是啥物原因吼？譬如講辛碧陽啊，伊敢有
在民進黨內面，敢是真台獨的這基本教義派，嘛唔是啊，吼，嘛我講坦白講，嘛唔是上大尾啊，吼，啊來，啊佫有網慶，吼，啊佫有吳思瑤，啊甲黃捷，這個遮少年的立法委員，啊伊也名列佇內面。我做所以，我毋才想講，愛請這個明鐵兄吼，伊這個有親身的經驗吼，伊來講看覓。這啊，甚至啊，佫有林達，這個檢察官哦，我查出來講，這個檢察官因為攏審查這個雅雅案，吼啊，所以甲起訴。所以你安怎看清因這咯，攏甲邏輯來。但是趣味的時陣，人走去甲德國，伊講伊要叫國際刑警啊，甲鬥掠，嘛敢有法度？明天啊。第一個，當然，國際刑警組織其實它的宗旨裡面就有講，它不會因為政治的理由去逮捕人，就是不因為政治宗教，而且它也國際刑警組織也曾經講過很多次，說它不會因為打壓言論自由的理由去幫忙去逮捕人。所以當然，第一個，國際刑警組織並不會幫中國這個忙。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某一些特定的國家跟中國的關係很好，那當中國要求遣返的時候，這些國家可能會幫忙，跟中國也有引渡協議的國家，這個我們都要小心。而且過去在歐洲國家曾經遣返過很多這個台灣籍的這個電信詐騙犯。那在歐洲法院，甚至在波蘭，當時有一個案子，歐洲法院做成決議，把台灣人遣返到中國去，是有違反人權的。但是為什麼他今天要恐嚇沈伯洋？很清楚，第一個，當然沈伯洋的主張，就中國期望侵略台灣，他當然不希望台灣人抵抗。所以沈伯洋第一個，他是黑熊學院的創辦人，跟台灣民主實驗室的創辦人，他一直在倡導台灣應該怎麼樣去破解中國對台灣的軟實力的入侵，跟培養台灣的抵抗意志。這個當然中國並不喜歡。第二個很重要的是說，台灣其實在中國的所有的資訊戰裡面，台灣其實是最前線，而且是受影響最大的國家。那這些台灣的這些經驗，其實是國際很多國家都需要的。因為中國的這種軟實力入侵、假資訊操縱，不止在台灣，在其他世界國家都有。那其實沈伯洋他們一直把台灣的經驗跟世界民主國家共同分享，讓國際共同來抵禦這個中國的這個軟實力入侵。這當然不是中國最痛恨的事情。所以當然，中國針對沈伯洋很清楚，他是第一個要打壓台灣人，我們選擇自己未來前途的主張的權利。第二個，他當然不希望任何台灣的議題在國際被凸顯，台灣的角色在被國際被看見，所以選擇沈伯洋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啊，沈伯洋我可能會知影講，譬如講伊啊，佇民間啊創這創迄，但是其他你檢察官甲咱起訴伊個這個雅雅甲起訴講有武統，伊這有針對性。這其實很清楚，你看中國的懲毒的23條吧，裡面寫的有一條，就是說你只要攻擊或者批評主張兩岸統一、主張兩岸和平的團體，他就可以把你當成台獨。所以理論上，如果你完全照中國的法律，你今天只要批評國民黨，就他假設他認定國民黨是主張統一的團體、兩岸和平的團體，你批評國民黨，他就可以把你當成台獨分子啊。對啊。他就可以當成台獨分子啊！安尼來咱節目的人都唔來注意咯。咱是國政黨，咱怎會講的？對，而且中國的法律中國的法律對於機密或很多東西的定義是完全是他自己定義的，他自己可以解釋。比方說，他在機密法裡面有一條，他把水文、地理任何東西都當成機密。以前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公布這個北京的天氣污染的指數。中國政府說你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洩露中國的國家機密啊，對不對？就是他怎麼解釋？而且他的機密法還，你用張力去嘛是自然的咯。對，很正常啊，非常正常啊。我是真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啊，所以他抓我是很正常啊。不過你無在名單名單嘛，古早。以前沒有，以前那個還沒有那個，以前還沒有那個名單。迄陣還佫無這名單呢。對，所以我今麥要講就是講，有佇個名單名單，無佇個名單名單，唔是傷重，對，唔是啥物重要的代志。啊，咱到即麥攏咧講，因為這個人做啥物代志，所以會去用通緝。我感覺迄嘛唔是重點嘞。對，沒料理。可能。其實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說日本有一個社會黨非常親中、跟中國友好的教授叫鈴木英司。他後來被中國政府用
用刺探國家機密判刑，在中國關了6年。那他被判刑的原因不是林木英司做了什麼事情，因為他跟中國一個共青團的官員長期有交往。那後來這個中國的官場要鬥爭這個共青團的官員，那這共青團的團員有跟日本人交往，所以你共青團這個官員是勾結外國間諜，那林木英司就被間諜了。所以林木英司在他自己的這個自傳裡面，相關之前的這個記錄裡面有寫，其實他沒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後來問中國的檢察官說：“你說我洩露刺探中國的國家機密，請問我到底刺探什麼國家機密？”檢察官說：“你刺探這個朝鮮這個官員張成哲是不是真的死了？”那林木英司說：“張成哲死的事情在我們日本是所有媒體都有報的啊。”中國檢察官跟他說一句話：“在中國，只要新華社沒有報的都是機密。”請問這種定義之下，不是你做？聽起來，我30年前讀迄個讀者文體裡面講迄個蘇聯的笑話。所以最重要不是被通緝或者被抓的人本身做了什麼事情，是中國政府的需要。啊，但是進前，阮閣整理講近年來通緝台灣人的案件，講宣傳台灣立場，影響中國社會，這是做這新建部隊的，哎，伊嘛是咧甲你通緝呢。哦，反正伊就攏甲你通緝就啊，互你莽莽的威脅，互你驚呢。最重要，他要對國際凸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嘛，所以他可以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來辦理，不然我們在台灣，你主張台灣獨立，你主張中國統一也好，這是我們台灣內部的言論自由。他把你台灣人當作中國人來處理，所以他是公開發布通緝。但是伊這透過國際刑警，率土之濱莫非妄土呢？這我聽到尤其吼，就要來請2位日本專家吼來講，這就是這中國的這個外交官，這個佇日本哦，聽講啊20年有啊吼，真老牌的這個外交官，伊這個叫石劍吼，伊講迄種垃圾的頭歸去甲斬了。會當講這啦，哦，啊，佫講到講對納粹德意志來講吼，美國是德國，所以對以色列來講吼，美國是提款機 ATM。這個人對着高市嘛是講甲安尼，但是高市對伊都無法度呢。啊，高老師，你看高市是啥物態度？啊，但是高市佫對着台灣有事這項代志，伊佫真堅持。啊，這中間是安那抓這個寸笑咧？哦，我來看是安尼啊，因為高市呢，伊既然是安倍2.0，所以呢，伊有一部分是繼承安倍時代是台灣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吼。啊，只是講迄安倍迄毋是首相啊，伊毋是首相，伊是一個國會議員來講，所以是較屬政治語言。但是高市即馬是一個首相。上大哦，因為天皇就是一個迄個算表面上的嘛吼，所以伊首相講的表示伊即擺已經是變迄個法律性，因為伊有這法律的一個發言權嘛吼，所以我看伊是有前科，但是我感覺我先來講一個問題，就是講高市呢，伊當我甲大家說明一下吼，伊有3個部分，就是講第一點啊，吼，攏假設有3個事態，因2016年吼，就講3個事態。第一個事態就是當然是這個叫做重要影響的事態，就是講若美國有出兵因日本會來支援。第二個部分就是村里危機事態哦，就是咧講啊，假設哦，總講美國的盟友若有得到迄個受到戰爭的迫害，因會當哪裡講會發動叫集體的一個防衛權，吼，就是講會當甲美國做伙來聯合，吼。啊，所以這個啊第3點就是講到伊的迄個叫做武力攻擊事態、武力攻擊事態，伊只是在講啊，那假設日本的本土若受到攻擊，伊會當發揮到伊的單獨的一個防衛權。所以伊即擺講第2項就是講台灣優勢對日本優勢，講你台灣嘛是即擺佇美國來講是一個第一島鏈的一個重要目標。所以這個高市講這個部分，當然會引起中國的不滿啊，因為像他來講這個事件，這個人。老實講，我對嘛觀察足久誒，伊佇台北嘛，伊佇台北呢，我頂下派台北，哦，佇台北工作甲讀冊，我想迄個英風險嘛是佇攏佇迄個
伊的管區內底啊，啊，所以伊管區內底嘛，迄當然是就是講，哎，伊若迄個什麼國慶之類邀請阮這學生留學生去，因為伊感覺是俺是伊的一部分啦，吼啊，所以伊認為講哦，伊就佇遐為做歹啊，因為伊真正有官方的地位啊，因為是總領事啊，咱台灣是一個叫處長爾，啊，伊俺蓋無辦高，所以伊感覺伊台灣的上大。伊上大啊，所以就開始佇遐講東講西，烏龍蛇道、凊彩練的，而且伊上好當，即外交官已經受過，真正有受過特別的訓練，嘛有一個禮貌上，伊無，佮兼講，伊的意思是講要將高市的頭啊剁掉，伊的阿查頭要剁掉，哦，這種物件無快引起到日本，不管是自民黨還是在野黨，大家不滿。這已經互相講個牽上轉去啊。是啊，啊有的人講伊是一個叫做戰狼。其實狼是愛有戰功，伊無，伊是只狗，所以美國駐日本的大使，吼，迄叫做格拉斯，這樣來講一句話講，啊，伊就是只狗爾，啥人狗？伊都替阿強啊，替肥爾，會肥的狗袂咬人，但是會互講出可呀，都是要殺出來講密密麻麻。但是這應該是國體的一部分啊，這外交人員安尼應該。日本政府愛採取某種行動。阮即擺有講第一點是講列為無歡迎，第二點就要好出去。但是有可能因即擺大家即個物件是大家調迄個啥在野甲執政黨大家的共識，所以伊即個吼我看是老開老大啊來看。但是中國來看講，嘛是咧聽你的，因咧外交法令嘛是咧聽你啊。講因為就是你就破壞掉，那你講的。承認整台灣就對了嘛？你承認你支持台灣，伊當然講要將你處理掉啊！啊，所以我看伊是無法無天，就加像咱多即個明天聽所講的，伊就是要衝啊，即擺數個伊上大，哦啊，所以他就想講哦，其實從頭到尾阿強啊，攏是一個加害人，咱台灣是一個受害者，伊若要佇遐搶手，佇遐咧圍繞台灣其實，那你講兩方嘛會無代誌啊。無像講，像他即個迄個韓國瑜講一句話嘛，我也真趣味。伊講哦，你著將你台獨的黨工廢掉，哦啊，將迄個將阿強啊當作是境外的地德勢力來去掉，這都無問題。但是毋是安尼，因為你阿強的兩頭深骨，你只要去掉，伊就開始擱來用其他物件互你感覺你沙無克心。老師講到這吼，其實我應該請教這個楊老師吼，因為這是民進黨黨內家己的代誌，吼。啊！你做一個立法院長，因為是要回應到賴總統的這個呼籲，講你家己的同僚，你應該愛甲保護，愛甲聲援，啊變做講你咧講因民進黨內面的代誌。當然啦，你若是醫生，你就講啊，你這個病吼無在這個病灶，是這個內面，你嘛會當安尼講無問題。這在你的立場，你安尼講無問題，但是。這敢講會通？啊，當然是一定是袂通啦吼，因為立法院安尼講嘅，唔是降溫啦，是降價啦，吼，家己價甲降落啦，吼，這已經降價啊。啊，而且你來講吼，你先來講，你話你講到迄個國際警察要通緝，最好笑的是2018年，迄個國際警察的主席叫做孟宏偉，是共產黨的公安部的副部長，伊兼國際警察的主席。等於中國大陸控掠去，因某去死過去咧人拜託講要救因人，吼啊！所以這個足奇怪代誌啦吼。啊，當然你看到咱台灣這講，你講到這就是講，政黨的主張是政黨的伊的主張，伊政黨主張啥物？伊要摕經過選舉摕政權，就伊的主張嘛。國民黨的主張是啥物？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呢？反對共產黨呢？你是？正港反對共產黨的是國民黨的黨章內底寫下呢，啊，今日結果國民黨即刻就徛佇個共產黨這邊，這不是好笑的代志嗎？民進黨你的主張是安怎樣？選民來他媽咁樣講，啊，這我都無介意，安尼你咪等我伊就好啊嘛，你就無政權啊嘛，這不是講啥要修改，是要你要求啥修改，你應該是要檢討你國民黨，你無你先甲提掉嘛。講你提條講，我無愛三民主義啊嘛，我嘛無愛反對共產黨啊嘛，你先去提條啊，這國民黨也提條代誌啊，哦當然，這共產黨吼，伊即嘛來咧處理的就是安怎，
第二就是講一個中國的原則，一個中國嘛吼。即擺來過去之前來甲咱林信義來合照鋪佇臉書的吼，啊包括了中國就在抗議嘛，講你違反一個中國嘛，啊所以包括咱謝長廷議長去日本受勳，叫日本北京嘛是在譴責，講哦你安尼個違反一個中國，所以這一寡中國的外交官踮佇日本遮，伊會算伊的 KPI 就歹啊，哦，所以就跳起啊嘛，哦是安尼，伊就 KPI 就歹啊嘛，即所以你即馬佇國際咧，即外交部咧反映，即國家無插你嘛，無插你伊就等來講啊，我來處理台灣人民嘛，你即馬伊處理叫司法一中，我就但你個叫司法比佇個，我比國內法嘛，好，咱的立法院是咱台灣上懸的立法機關呢，結果你去用拗過，去用食豆腐，你無出來講話，啊，這是出老氣代志呢。照你講，你是廖亞愛共同來譴責呢。你的立法權已經影響到我呢。我管你多一個國家，對，你若說管到我的老百姓去，這立法院照就應該愛跳出來講，而且不分黨派，廖亞愛共同來譴責，這立場才是對的。你哪會咧請咧對待？這應該是已經淡薄已經亂去啊！我當然，這亂去就是共產黨北京伊要看到效果。哦，伊毋是只講買來處理啦，伊是要看台灣內底亂，台灣內底分裂，台灣內底對這個議題無共款看法，安尼伊就爽啊！我即擺看到的吼，伊這毋若，比如講今仔日最新的是巴掌甲萬蘭龍嘛，伊這抑閣是吼。講愛叫大家來提供伊犯罪線索，伊無證據啊，伊無證據，叫人提犯罪線索，啊，這萬難容易就講無我家己舉報啦。無，伊要互你一個壓力啦，要營造一個吼你恐懼的壓力啦。互你出門講哦，啊是咪像你拿軍裝，像拿刀，互你家己互一個無形的壓力啦。這唔知有效果無效果吼，但是我愛請教咱英鳳老師吼，在日本，日本人是安怎來看待甲中國甲台灣之間？因為咱講哦，日本人對咱台灣真友好，但是事實上在正式嘅場合內面，伊嘛是邦交國，嘛是中國嘛吼。咱應該要有一個較正確、較適當嘅認知，日本人是安怎看？因為我譬如講，我問過去。在一處在國會內面就講，我是真正我袂該迄句話佮吞落去。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句話我袂吞落去。但是我下處我要講的時陣，我會當是斟酌，唔愛佇我這個首相的這個回答的當中來講。吼，伊嘛是軟中有硬，硬中有軟吼。這到底因是安怎來抓這個寸球？不管咱即擺講的日本問題，或者是對台灣立法院也是宣布嘅問題哈，伊嘅核心嘅問題都是佇個一個中國。啊，毋過來知影，咱是前古早咱家己嘛講一個中國啊，講到互人提去講，包括馬英九時代嘅九二共識，迄是蘇起創造出來咩？李登輝直接跟我講啊，無這個代志，要你假，要講較真呢，所以是咱講嘅互人用。啊，國際上嘛是共款啊，敢若一個中國這件代志，全世界攏是安尼講，所以伊該當作內政問題來處理。咱台灣遮咧講就是講，這是咱的第一，咱的言論自由；第二，這是外交問題啊。中國是中國，咱是咱毋是伊的司法有法度去通緝或者是抓的對象。啊，毋過即馬台灣國際嘛變安尼講。就甲咱當作上海人還是北京人誒，迄個意思呢？啊，即馬日本對啊，啊，咱兩邊本來講好誒，要甲建交誒時陣，1972年建交誒時陣，當時嘛甲咱斷交，不管甲咱斷交，迄叫做台灣，是叫做中華民國。啊，毋過到即馬嘛是擱咧打混戰，啊，所以日本中國會對日本講，啊，咱建交誒時陣，咱就講好啊，中國就一個啊，啊，你嘛甲台灣斷交啊。所以，佇一個中國內底的話，恁袂使來干涉咱的因的內政問題，是毋是去掠着這個？
啊，你掠到這個時陣，參高市長即擺咧講，台灣有代誌，就是日本有代誌，這是安倍晉三講的嘛。啊，即擺講，台灣有代誌的時陣，是毋是日本會使發動集團自衛權？集團自衛權就互相幫忙，主要是咧日本愛安怎去協助美國的代誌。啊，毋過咱嘛是伊個友好的國家嘛。啊，講到台灣企業啊出代誌的時陣，日本嘛會足危險的，所以講到遐去，有軍艦啊，啥物出現的時陣，有可能會使用這條。啊，所以這是高市早苗的講法嘛，這咱真清楚，因為甲咱袂歹，想要徛踮咱這邊講話，啊，毋過另外塔面頂咧，一個中國，所以咱即擺上重要的代誌。愛甲一個中國這個代誌擋都無去，這個佇李登輝總統的時陣已經帶台灣行出咧國外嘛。到蔡英文的時陣，台灣甲中國無共款，或者是台灣問題已經變成國際問題。這個大家嘛知影。蔡英文最近佇歐洲佇國咧演講的時陣，毋是就講，即馬所有的國際的大會議一定會講到台灣問題，已經毋是台灣甲中國，不管咱是無愛講伊是。中國內底問題嘛，所以已經是國際問題啊。啊，毋過即馬你看，中國攏掠這點嘛，講這是因的國內的問題嘛，對無？所以對因的人，伊會發布全球國際的通緝。啊，李明哲兄佇遮拄啊好嘛，李明哲兄應該是佇中國的內底去用考起的嘛。啊，即馬佇國外，即馬咧甲咱驚。啊，我去香港買咯，我去中國買咯，雖然我是無要去的啦。啊，不過對着咱的時陣，不管咱拄頭嘛講過，有通緝無通緝，迄敢有啥物關係？做啥物代誌，講啥物話，敢有啥物關係？掠就掠去啊！所以伊即嘛是咧甲咱嚇，咧甲咱驚。啊，不過咱還佫想另外一個啦，對，當然因袂曉遵守規則，這國際叫做 rule of law，佇有規則、有秩序內底的國際的所有的。大家的行為法則，包括國內國外共通。啊，不過咱就講，啊，就伊無愛遵守，另外無常識。中國佇台辦的總領事講的代誌，啥物？迄當然無常識啊！我昨晡才講，我要剁啥物人的頭，就是犯罪啊、恐嚇啊。啊，不過因為伊外交官有豁免權，即擺敢若希望日本愛甲趕出來。拄啊，陳文甲兄嘛講着，不受歡迎人物，這是維也納公約，這國際法。無受歡迎，來請你出來，後擺莫閣來啊！只有會使做這件代誌。啊，毋過我倒轉來想，其實對台灣是好代誌啊。中國遮爾阿爸，遮爾無講道理，即馬公開，互所有的日本人知影這件代誌。咱台灣人袂講這嘛，袂做這嘛。而且佇日本做大部分是好的代誌嘛。啊，最近日本這個例子吼，三不如講袂煞。偷科駕照的，啊，租厝較鬧的，哦，啊，買不動產的，就是講本來好代誌，買不動產，你是感覺好代誌啊，歹代誌？投資是好代誌啊，只要中國做攏變歹代誌，啊，台灣人做攏變好代誌，所以我是感覺有一個對比的效果。佇日本，台灣人甲日本好，台灣是好的一邊的人，遵守國際規則的人，這件代誌已經確定。反過來說，中國受過訓練的外交官講的話是安尼，我是感覺拄啊好。啊，不過佇這個基礎面頂，尤其是親台的高市早苗做首相的期間，咱愛利用這個基礎，好好啊強化兩邊的民間甲政府之間的關係。我當面才呼籲啦，愛想辦法。佇上緊的期間內底，和高市早苗來到台灣訪問。哦，這可能是一個目標啦哦。但是哦，我睇老師咧講的時候，我就一直咧想講，中國敢會放手？講啊好啦，恁遮安尼遮反彈吼，啊我就買。我想應該是無可能的代誌。伊咧國家機器咧放起來了，是永動機啊，吼，你一直動一直動啊。所以迄個薛健咧講的話，咱感覺你。感覺是咧講互日本人聽，還是咧講互中國聽？咧講互中國對啦，講互習近平聽。對啦。我聽一個數字啊，講去年因為真濟人吼去中國用掠走55個，結果今年1月到10月吼3倍178個人吼，老師有提落178個人。加3倍。加3倍。就今年去年中國大陸通過一個法令，就是佇個機場，伊攏有權。調查每一個人，看你手機啊，資料，攏唔免逐日經過逐日問，哦，伊就隨時攏會使逐日講的。哦啊，當年我嘛有一寡學者去大陸，尤其上海去，結果伊嘛是逐日
免按好咱你的密碼哦，手機啊加你的電腦就在你下載資料啊，所以基本上來你查到，比如講文家來去大陸，比如講啦，啊若去查到這個來查迄人可能會升官，啊，所以大家就變講，大家會學嘛，會學這個嘛，所以啊，佫而且講安尼講，這個查唔是干那講政治哦，宗教人士，尤其是一貫道，今年紅掠上最是一貫道，一貫道。吼，當然，伊咧講的，一貫道佇台灣，老實講，伊是傳統的一個，有咧叫人讀45經的一個宗教哦。係啊，迄出中國化的宗教哦。結果你咧講咱台灣咧去中國化，結果這個宗教是本身是中國產的宗教，變去中國咧鼓勵老百姓咧讀45經，紅掠10外去。伊無要你結社啦。對。啊，這宗教問題嘛，無你聚會，無你結社。較早老長的佇大陸嘛，嘛即講，迄一貫道就是亞兩教嘛，嘛是人禁止嘛。啊，所以即擺一貫道足濟去大陸咧傳教，攏互掠。所以這風險是一直佇的。這明哥啊，你互觀眾朋友小可記憶小可回復一下，你迄陣是因為你有一張傳單吼。還是什麼物件去掠？簡單來講，就是我是當在網絡上面跟一些中國人交往，當然會討論到民主自由的問題。但我認為中國抓我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對於一個主張人權的人士，他的抓捕是非常正常。其實中國有很傳統的人權人質外交，最早的是1967年香港6·7暴動的時候，當時港英政府抓了很多左派的這個記者。那當時中國政府就威脅你，英國如果不放人，你英國駐北京的領事，我不讓他回國。甚至在1989年，當時我們都知道中國發生6·4天安門事件，當時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士叫方勵之，美國希望把方勵之救出來，因為方勵之當時逃入了這個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後來中國就好啊，來換啊，你繼續延續我的最惠國待遇，我就把方勵之送你啊。所以中國抓人的目的，我覺得台灣要清楚，中國抓人的目的不是這個人實際做了什麼，是他有他的政治需要。所以，而且中國有長期人質外交的傳統，所以他逮捕台灣當然是一個很清楚的態度。迄陣給你掠去，伊是什麼需要？他當然那個後來很多外國媒體報是當時中國2017年通過這個境外 NGO 管理辦法，他必須要殺雞儆猴，就他必須要做一些事情，一方面對國內宣傳，一方面當然他有恐嚇的，除了人質外交，他還可以做恐嚇。我講你是誤招，可以，這個還不行啊。他還無夠啦吼，但是今麥還佫真濟人，還佫佇農仔來哦，在你所在，你敢有甲你家內面有拄到同款是台灣人？在監獄時有碰到一些台灣，那是電信詐騙犯，有碰到一些，那也是從國外被。不是像你這種誒，還不是那個不會碰到。無和你拄到，無你拄到。這種嘛不要拄到點吶。他不會讓你關在一起，他連台灣人都不讓我跟我關在一般的台灣在中國犯罪的，比方我進去那個監區，本來有個詐騙犯，他是在中國詐騙，那我進去以後，他本來跟我同一個監區，他就調走了。啊，伊甲你掠去關在內面的時陣，伊有甲你做思想教育，啊，甲你講哦，你這講台獨無好，還是講我甲你講，我甲你掠起來就是你這3條，有甲你講得清楚無？進監獄以後其實很清楚，我必須要實際話講，連中國的官員吶，他自己都不相信共產主義。中國的官員，我進監獄，他直接跟我講一句話，說我們不期待的可以改造你的思想，但是你只要聽話就好。不會啊，並不會，他不知道關鍵是，他說我不期待能夠改變你的思想，但是你不要反抗。所以中國人有一個很清楚的，就是說，他其實中國的宣傳也不期望可以改變台灣的想法，但是他要恐嚇台灣人不准反抗。所以你其實注意看中國國民黨的態度，其實國民黨的態度跟共產黨的態度意識形態上面是一樣的，都會強調，都會把民族、血緣跟國籍混淆，就說啊，都強調我們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重要是認為兩岸的問題不需要外人插手。然後過去國民黨在台灣白色恐怖的時候，也要求我們對威權妥協。現在這個妥協的對象只是從過去希望我們不要反抗國民黨，現在也不希望我們反抗中國共產黨，所以重點是國民黨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價值是一樣的，所以他們當然會共同壓制我們台灣人，決定我們未來前途，甚至台灣人在國際的角色，甚至我們希望外國人，我們希望跟外國人共同合作，
防禦中國的入侵，因為中國今天會侵略台灣，它的威權輸出是威脅全世界的。今天台灣能不能抵抗住中國的威脅，對全世界來說非常重要。中國當然不希望我們台灣人做這個事情，所以共產黨這個東西是共產黨跟國民黨都不希望我們台灣人做的事情。明烈下哈，除了意識上愛覺醒，咱每一個人還是講要採取什麼行動，主要是要行動，啊去影響改變這個結果，還是改變講，因為我講。大概是無啥有可能叫共產黨這頭殼挖起來啦。所以很簡單的一個態度嘛，就是說國民黨一直在混淆。今天當然台灣的行政權是在民進黨手上，賴政府應該做一些事情，這事實。但是重點是中國通緝沈伯洋是希望恐嚇台灣人民，畏懼中國政府嘛。我們需要韓國瑜做的事情，需要國民黨做的事情，就是表態，你明白表態反對中國政府做這個事情。結果今天國民黨跟韓國瑜是在跟中國一樣要求我們台灣人改變啊。那我知道立法院長，就算像我太太以前我在出事的時候，我太太一個平民弱女子，不能說弱女子，一個平民老百姓，她都跑了美國、英國，甚至到德國很多的國家的國會去做倡議，希望外國支持我們台灣政府救援李明哲。難道你韓國瑜是一個院長，你不是最喜歡做國會外交？你一個政治人物，除了表態就是一個告訴中國政府，你這樣威嚇我們台灣人不接受。如果台灣人都這樣表態，中國就知道這樣恐嚇台灣是沒有用的，這是最好遏制中國的方法。但是今天國民黨做的是相反的方式，是幫助中國政府來嚇台灣人，恐嚇台灣人。你講到這，讓我想到講，在1930年代，共產黨在這瑞金、蘇維埃這個地區裡面，伊來做新建，因咧用足古巴、足古老的這個方式，你看真無效的代誌，伊嘛是通啊用嘴講，用啥物落去講到迄莊卡的這個農民會驚會錯，唔敢舉報，唔敢創啥，這可能是在這1930年代就開始累積起來這個基因的哦。是。啊，但是咱要如何要讓國民黨甲咱台灣人徛鬥陣講，我唔是講國民黨你要講的這個代誌是唔對，我的意思是講，起碼這個司法的管轄權是真明確的嘛。伊應該愛上無起碼講一下話講，你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菜，你嘛唔通講來遮吃。阿嘉老師，你安怎看？我是講這個問題啊，伊當然伊即擺要通緝這個沈伯洋嘛吼，伊是立委。其實第一個通緝的立委啊，因為台灣的一個國會議員嘛吼，啊，所以這有特別的意思，就是講，伊是希望用政治來合理啊，來合理。是安怎呢？因為就這個法律的面上來看，因為台灣嘛唔是迄個人講一個國際刑警組織的一個成員嘛唔是。第二點，國際刑警組織內底呢，嘛無適用於迄個政治性的犯罪，伊敢若。那你講的刑事犯罪，唔是無政治性的，所以嘛無人處理。第三，你要掠嘛愛受到迄個當在國家的一個認同，開人來掠你。所以即個沈伯洋嘛走去德國，是安怎？伊嘛靠說講，啊你嘛無人處理我，這是一個形式上的一個問題爾。所以我來講哦，下趟先看看，其實即個伊中國出這個奧步，就是講第一，我就是用這個法律咯來創立。就像我會記咱2020年5月份5月底無就叫港版國安法，嘛是即出的。長臂管轄，你若講，那假設你若甲美國啊、甲台灣有交結，就是啊。所以，但是呢，中國一個可怕所在就是，因為哦，因的失敗介濟，吼，國內海外介濟。我會記得我看報紙的吼，我看報紙的，就是有一個政治單位兩個人走去越南的北部，互去從事一個情報工作，結果迄個掠的，佇越南掠等於中國審判，判15萬年，安那換出來就是當作是迄個2016-15年，無迄叫做馬習會時陣，迄甲放出來。好，所以嘛要靠說講，嘛莫養個講伊無法當處理，所以從這個問題，對問題講，雖然台灣無佇屬佇這個國際刑警組織內底，只是講。中國的奧步足濟，吼，伊要創立。我想迄李明鐵兄嘛是共款，
伊嘛就是講啊，我嘛一個組長爾，我無啊，伊也沒衝接間諜，也沒做什麼代志爾，所以伊也認定你是就是。好啊，中國一句話講，說你是就是，不是也是，這個邏輯啊。所以呢，我想按立法院呢，其實按一個台灣相關的一個立法單位啊，吼，其實即個所出現的，就是講，賴總統叫你賴院，迄個院長愛處理這個代志，但是伊就提講，啊你感冒叫我食藥啊，其實這嘛是較離譜的代志啊，因為。事實上，因為既然阿強是用法律來處理你，按台灣愛定一個法律來做一個反制。我看台灣大概攏，那你講的，也無一個較積極的一個因應啦。就是講，啊你安怎台灣足被動的。我感覺足被動，就是哪講，阿強當然兩頭深骨啦。因為你嘛無動於哀啊，無動於衷啊。所以我想，賴總統會叫迄個韓國瑜院長來處理這個。表示講，伊這個意思是講，啊，伊既然法律創立，你立法院嘛是用一個法律來保護你家己國議員了，嘛要保護全台灣的人民，而且愛維護台灣的主權。我看這是賴總統佇這個這個事項內底呢，所代表一個意涵。但是迄個韓國瑜所來扭曲的，我這嘛是真遺憾。因為叫立法院長要立法要創啥，可能較困難啦吼。但是就事實而言，在政治上的效果，你要叫韓國瑜造成啥物效果，我感覺可能是較無可能啦吼。但是法律上，咱還佫有啥物其他的方法，通好來制止。甚至講來反對中國這種方法，包括新北洋過去一直要推動的反分裂法，這個反分裂法，佫其他的這個物件，洪老師有啥物看法？我感覺講，上無你講，咱在台灣立法院內底，大家立場啊一致啦，立場若無一致就麻煩啊啦。吼，都是基本上咱立法院上簡單的，唔免法律，就是宣布一個迄個聲明。你聲明就是政黨、國政黨來共同來譴責嘛，你來譴責中國這行為是唔對的啊！吼，我想講這是上基本的，立法院會使隨做的。吼，啊當然韓國瑜當然你即嘛叫做這，有可能伊用聽，可能就聽北京，聽唔是聽咱的人民的對無？啊，所以基本上咱老百姓就做清楚的，就是講，做者政黨最啥代志，咱要清楚。咱上強的就是咱手中的選票啦，吼，咱的選票會使決定講，多隻政黨要擱生存，多隻政黨要留落來，上簡單的代志。吼，啊，好加在還有一張票。你看，迄即賣世界有啥物咧變化？過去咱一寡西方的盟友，過去攏靠阿強啊，一個來恐嚇一個中國原則，啊，就大家會驚。即賣大家講好講，來咱大家鬥陣，要向前行一步，就是講。一個中國原則，我同意，我嘛同意你一個中國的爾，吼啊！但是我無同意講台灣是中國的，吼啊！所以台灣這我係另外處理嘛。所以即嘛西方國家就是有這共識啊。啊，這大家攏有共識，伊就無落一個來你破壞掉啊。吼，這個國際上咱已經這幾年來已經努力有一個成果出來啊。上無2758這項代志。已經有真濟國家咧講，內底根本就無寫到中華民國嘛，無寫到台灣啊。伊是中國處理上介少的職務啊，伊毋是處理台灣的問題啊。所以伊即擺咧講着一個中國，在世界上開始行袂通啊。大家開始講哦，原來你講一個中國，我嘛認同。你台灣人講一個中國，中國就是你的啊，我是台灣啊，我跟你也無關係啊。對無？這大家愈來愈清楚。好啊，但是咱即擺向國際上清楚啊。咱台灣內部開始分裂出來啊，立場愈來愈無同，所以基本上伊毋是講國民黨伊希望講你摕到政權，毋是哦，你只要講伊有內底有一部這種聲音，中國北京伊也對世界講，你看咱台灣人嘛是講伊是中國人，台灣人伊嘛是要主張統一，伊把這個聲音當作國際咧訴求嘛，所以這是對咱上大的傷害是咱內部無夠團結。所以咱上無講沈伯洋這件代志，我是感覺不管看多隻政黨，咱立場啊一致啊，立場啊一致。吼啊，當然，迄
你會講，如果文家講的，就講行政單位的工具嘛有夠，吼，啊，咱大家就是態度一致，安尼就無法度講見縫插針啊，這是最重要的。這講到這要講態度一致吼，這個選票就是選甲選。不，這甲你台灣要獨立無關係，這甲中國當然徛來個親門大戶，用伊的法律要咱統治台灣，這件代志，你莫講，你主張是中華民國，你主張是台灣，這種甲無關係，這是甲每一個人的後港的生活的關係，伊讓你強悍嘛，強悍甲你唔敢講話嘛。強悍，你唔敢行出去嘛？這種明顯的代志啊！來，英文老師是沒有錯，這是立憲主義的問題。對人權的尊敬、不尊敬，或懂或不懂。所以起碼已經大家知影中國是安尼啊，擱掠一兩個，雖然迄是悲劇啦，啊，擱較清楚的話，擱有人去用掠，大概擱較清楚。啊，即個賴清德對韓國瑜的事件，我嘛感覺拄啊好倒變啦，互韓國瑜遮的人露餡，就講伊。唔是中華民國的國會的議長，伊是干那某一邊的議長爾，所以完全無咧替咱家己的人咧講話。啊，所以咱每一個人有一張票，足重要嘛，足好的嘛，足寶貴的嘛，啊，毋過愛好好啊投。咱干那有法度安尼努力。另外一個我定定咧主張的，愛修憲愛制憲，好好啊甲中國甲台灣分互清楚，內底就是內底，外口就是外口。陸委會嘛會使廢掉啦，放喺外交部嘛會使，啊，要甲工作較重要，設一個中國局也可以啦，但是要分清楚，這個非常重要的對外靠說明，無 China Airlines 是倒位航空公司，對咱來講無要緊，你知無？對外國人咧 ，China Airlines 台灣的航空公司，對不？外國的地圖一看，台灣甲中國共色。這咱家己嘛有責任對不？按蔣介石開始到即嘛，這咱家己嘛有責任。啊，毋過咱莫講這是古早的包袱，今仔日開始做，一人一張票，要安怎互選出來的議員有法度支持講台灣就是台灣，中國毋是台灣，中國袂使管咱，這是人權的問題。這是我講的立憲主義啦，毋是憲法愛改無改的問題。啊，毋過咱也無發動這種的代志，即嘛攏無啥咧講啊，對不？而且大家攏足驚制憲，甲驚迄個台獨共款，你知影無？他迄時哇講台獨啊，這有問題。啊，即嘛伊嘛是甲你講，對方嘛是甲你講，你講台獨，我要甲你掠，掠袂着嘛，無要緊，通緝。但即嘛伊唔那是掠台獨啊，伊掠中華民國派。啊，我即種講制憲。你若華獨，伊嘛是無同意啊。所以咱毋免去想迄啦，你若去想哦，要你攏無講啥，倒一天啥物人去互掠去，啊，咱才來想，哦，這個人是做啥物代志，咱去互掠去。所以咱莫管迄個代志。國民主權的立場，我嘛定定咧講，台灣的選舉唔是咧選黨呢，是咧選啥？嘛唔是咧選人呢，選啥？選國。既然是咧選國，一定是他戰爭。啊，我咱台灣人個愛好和平，也袂相拍，台南高雄也袂甲台北台中相台啊，咱也無內戰啊。所以就是講，咱愛好好啊用主持人拄仔講的，咱有一張票，一張票愛好好選。雖然咱遮大家攏講。中國的滲透力量、宣傳的力量足厲害，會規個用網絡用啥物，甲咱洗腦啊，永遠攏是分兩邊，45%對55%，49%對51%，擱政黨輪替擱真正定定有來呢。所以咱袂使驚這，愛拼的就愛拼，不能怕。知影因的力量，因就是流氓，咱對付流氓安怎？家己袂使驚，愛較勇的。啊，你若驚。流氓上驚你，上愛你驚伊啊！攏毋免拍，你著投降啊！中國即馬就是流氓，去到日本嘛是，你個是日本人袂受氣哦，你個是高市早苗，人講要剁伊的垃圾頭，伊袂受氣，一定受氣啊！但是吼，咱人咧俗語咧講啊，勇驚雄，雄驚強，強驚無正常啊！啊，這無正常，你像明德兄，伊這就是雄的啊講啊，伊要抬價價高，你就叫人爭起來呢。但是在國際社會上，咱除了人權，咱除了民主，還有其他什麼武器，通好訴諸於世界各國，那是至到新北洋委員去到世界各國，伊的安全伊無所顧慮。我覺得像沈伯洋委員現在去德國講中國如何透過假資訊滲透德國社會，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反制的方法。我們台灣有我們的價值，我們要讓世界知道，我們台灣在防禦中國是有我們的辦法的。
這個是我們最好的武器。那剛剛主持人講到這個國會應該有一個團結，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2021年中國制裁一個因為主張新疆人權的一個英國議員，當時英國的上下議會就通過禁止中國的大使進入英國國會，就他們不會因為黨派有所不同。2017年李明哲出事的時候，立法院就通過民進黨黨團跟時代力量黨團，整個院通過聲援李明哲的案子。我覺得韓國要做就做這件事情，表達你的態度，你不要連態度都跟中國一樣。但是經過這幾年，你認為中國的這個技術啊？因為我知影因有派佇外國的這個警察，用民間的身份啊，親像他你講去啊越南北越的所在去人抓，去到處去人抓，有當時抓起來了後，用船偷偷甲你送轉去，布袋甲你砍起來，要裝轉去，這嘛有可能哦。有像桂明海是其實桂明海是瑞典公民，但是他在泰國他就被中國政府綁架回中國，所以桂明海在泰國有入境記錄，沒有出境記錄。而且中國在海外用很多他的僑民去恐嚇海外的這個，不管是不支持他的中國人，或者是像加拿大或澳洲都有這個報告說中國透過海外僑民介入當地的選舉，恐嚇當地的政治人物，不希望他們反對有中國的政策。所以中國是長期利用這種民族主義的煽動，並且利用他的海外的僑民去做滲透，去做這個跨國鎮壓的工具。他們是常常做這個事情。而且他不會管國際秩序，中國是一個就是我們講家天下，這個剛剛主持人講了一句，講的是很好，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是一個皇權，全天下都是我的。所以當中國在抓桂明海的時候，人家質問中國外長王毅說，桂明海是瑞典公民，你為什麼可以這樣抓他？那個王毅講一句話，桂明海首先是中國人，他說中國完全沒有那種現代文明國家的概念，他完全是用這種傳統中國皇朝這種血緣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落後野蠻的思維，這種思維是不見容於現代文明社會的。這是我覺得是從我們台灣，從我們的例子，我們要讓世界都理解這方面的概念，共同抵禦這個中國的這種入侵。是，文嘉老師哈，你講到這，我睇看到，這個招劍哈，伊也講眾議院咧選舉的時間啊，透過 X 為令。伊講吼，透過這個 X 推就是過去 Twitter 啦，講吼聯合新選組的這個候選人吼，郵票講吼，無論在全國的哪裡投票，在比例代表的選票頂頭，請寫着聯合新選組啊。伊也講介入這個，這是外交官呢，這是違反常識的代誌呢。啊，佮用聯合新選組代表，這山本太郎的街頭演講的影片，違反因這袂當在國內的這哪會是外交官會安尼呢？是我想，伊其實毋是派台版，伊是派海邊啊。人講海邊啊，管真大，管真寬，吼，管啊攏伊管的，攏伊管的。啊，所以伊個想要做啥做不做啊？來講遐這孫悟空吼，大家也攬到伊的手中心，伊受做這個。但是我感覺即擺上重要，咱像那伊英雄老大來講一句話。講就是進台灣呢，就是團結的問題，伊嘛講到要一致的問題，就是什麼？即馬阿強啊，伊的後部一大堆，我感覺真上重要就是因為認知戰即馬上重要，因為認知戰大家講東講西，大家攏似是而非啊。伊啥叫認知戰呢？就是講伊用資訊，也是媒體，也是用什麼？像迄個作者像假消息，假消息呢，來影響到咱台灣的一個認知甲判斷，破咱的團結。所以呢，我感覺這個部分，咱台灣哦，當然是步棋劍對，就是新聞局廢除。因為當然新聞局會當去管制你的新聞啊，你的言論攏有。即馬無啊，即馬是行政是加一個發言人，發言人是靠迄種去管制代志。因為咱即馬咱就是言論100%的這個國家。是啊，就是按說較不利。所以老師咧講的吼，就是倆新片樣拄啊好，因為就上主張講愛釐清這個假信息，愛防衛，愛民間愛有韌性，啊，大家要有知情知權，知影講這，所以倆靠這個新片樣是拄啊好的意思咯。是，而且我感覺吼。有一個部分就是講吼，攏用的意思叫做戰狼啊吼，戰狼。
那但是呢，因為咱受到因迄電影的影響，感覺因足厲害，其實嘛無厲害，我感覺是無厲害啊。只是安怎，咱大家咱是講大家若較團結的，對不對？啊，就是講不管立法院、行政院，大家共同來制定。咱你講的立法也好，還是行政作為嘛好，還是咱你講的會當去考慮恢復新聞局也好，我感覺這部分呢，會當從統盤性來檢討。安尼我想阿強啊對咱的一個統戰甲迄個滲透，我想得會降價上低。那安老師，我是感覺吼，因為阿強啊要來統戰，包括你什麼主張啦，伊攏為伊想法。你像迄種白紙運動，為什麼白紙？伊摕白紙來講，我知你要寫啥物嘛？我較過去，對無？你要寫啥物嘛？所以即擺你不管你什麼主張啦，伊就感覺你認為袂爽，對你政權有影響，伊就來你通報啊。感謝四位，謝謝。